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4月15日，新盤市場持續熾熱，本月新盤銷售又將會再度延續單月銷售逾1000伙的旺勢。昨日再有多個發展商公布全新銷售部署，有恒基、希慎及帝國合作發展的紅磡首案於昨日公布首張價單，涉110伙，涵蓋2房及3房間隔，計算最高9%折扣優惠後，涉實售價638萬元起，涉實尺價17365元起，涉實平均尺價18666元。發展商形容是愛不釋手價，價錢參考同區包括係內近期新盤成交價。另外，本周六亦成為新盤開售的焦點日子，多個新盤同日展開價單推售。新世界及港鐵發展大圍柏傲莊3，昨日更新第2批價單，涉38伙，涉實平均尺價23125元。發展商定於周六推售88伙1房至3房價單位，涉實平均尺價22021元。另外，嘉華、會德豐及中海的啟德海灣2期，亦將於周六首輪以價單形式發售160伙，周日則以招標形式推售65伙。以上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